既然头城镇公所宣布讲，只要读公立的幼稚园，就有奖学金1万块；那表现好的，还有进步奖学金3000块。不过学者认为讲，要提升生囝率，不应该靠发奖金，嘛要让生囝的生育环境更加优先。 囡仔提彩游随着音乐跳舞，头城镇公所宣布，后学期只要入学头城镇立幼稚园，幼儿甲监护人一人设置头城镇申请完成，法定结协定书，公所就发1万奖学金。大中小班第2月通过学期评量者，发予学习进步奖学金3000。那小班的6人呢？他只要通过我们的那个发展检核的一个部分，好，就达到这个发放奖学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。 公所希望透过发奖学金优先教育环境解决少子化问题。有国头城镇立幼儿园后学期有计招18名新生，拢会当受到入学奖学金。多数家长对这项政策拢持正面态度。好啊，很好，我觉得很好啊，这样就减少我们的负担了，因为毕竟还是我觉得差蛮多。 头城公所典籍也提出，头城小囝2、3个政策发生育补助，第一梯2万，第二梯3万，第三梯5万，甲原来各乡镇公所比，补助金例如头几名，也毋过透过补助奖金，敢是真正会当提升生育意愿，或者有无同的看法。但是透过奖金，如果没有实质的环境去提升的话，奖金只会造成从 A 乡镇移到 B 乡镇。 他并不会有实质的注意。学者认为，少子化问题原因包括妇女教育水准提悬、普遍晚婚晚生，甲社会部分其时间观等。无想要说是为环境无优先，那执法奖金可能只会造成人口伫乡镇也是县市之间流动，为实质提升生育率，应该配合设置富有停车空间等政策，让生育环境更加优先，才会当真正解决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